地方的水是，比如我去过这个地方潜水，如果出来水都要很厚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都快赶得上，就比在可能我们去潜水这边比今天早。我的东莞该地就是潜水了。今天不一定，因为今天这个水是脏水，丢东西在里面。
医疗，医疗。我知道，我